成日同一啲學生 BB 傾偈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會有啲憂慮，佢唔出片啦。例如最大嘅憂慮就係我講呢句嘢會俾人攻擊。經歷完呢場大爆火災之後啦，你捐錢又俾人攻擊，唔捐又俾人攻擊，你早捐又俾人攻擊，遲捐咧又俾人話你遲喎，而家先嚟捐。你鋪捐錢嗰個 receipt 上網又俾人話你偽善，所以你做咩都可以俾人攻擊㗎啦，使乜 care 佢哋咧？攻擊你嗰啲人係都唔會 follow 你㗎嘛，攻擊你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佢哋唔重要。OK， 呢個解決咗。第二係咩咧？第二，哎呀，俾人覺得我想做網紅。OK， 如果你真係想做網紅，你就認鬼咗佢啦，係唔緊要嘅，因為所有嘅網紅都係由零開始嘅啫，係咪先？同埋，如果你係想打造自己事業嘅話，你可以唔 aim for 做網紅，都可以做到你嘅事業。同埋，如果你真係夠專業咧，名與利自然會跟隨你，因為你解決到佢哋嘅問題。所以網紅並非你嘅 ultimate goal，建立自己事業先係咯。而建立自己事業，你得1000個 followers 都已經夠做噶啦。如果你識做。第三，俾人覺得好古怪。首先，我係好中意古怪，因為咩叫正常先？香港咪有啲白卡聯盟嘅，即係講真，佢哋都夠膽拍片，我哋有咩唔夠膽先？佢都繼續鋪片係咪？俾人覺得佢古怪 ，so what？ 係啊，我哋可以學習下呢個厚顏無恥嘅精神，但係我哋未去到呢個程度噶嘛，即係我哋唔係做呢啲事噶嘛，咁咪怕乜嘢啊？係啊，咁希望今次咧呢段片可以解決到大家嘅憂慮啦。你想出就出，俾人攻擊，so what？俾人攻擊下咯，希望今日可以幫到大家解開自己嘅心結。